2、1，飛出機！哇，真係戰狼頻道啊！9個月前，我同何巴咧就重啟咗我哋嘅 YouTube channel， 同大家逢星期六 Family Day。啱啱咧，我哋終於過咗10萬訂閱啦！由記者出身嘅我喺呢行已經超過10年，從來咧都冇諗過做 YouTuber， 亦都從來冇諗過同爸爸會一齊開咗個 YouTube channel。本身一方面咧係想何巴了解我平時嘅工作，另一方面咧係希望多啲同爸爸嘅相處，可以拍低更加多我哋之間嘅回憶，之後可以重溫同埋回味。其實呢啲相咧係何媽平時喺我哋出去拍攝嗰時拍嘅 making of 嚟㗎。今次咧就希望分享俾大家，好多謝何爸同何媽永遠都支持我呢個女，仲有我嘅老公陳生，成日都冇乜時間陪佢。最後咧一定想多謝支持我哋嘅觀眾，你哋嘅留言咧我哋全部都有睇晒㗎，多謝你哋支持 Family Day， 大家有時間咧都要多多陪屋企人啊！我哋繼續會周圍去食多啲好嘢，拍多啲片同大家分享啦〜